2027年开始，就全面禁止用喷饲猪，也原本这油喷拢是猪农协助处理的，未来餐厅的喷就要交予清运业者来处理，也这成本是定着会增加，最后恐惊是消费者要来担。外界就呼吁政府爱想好配套，避免这业者因为处理喷的成本加悬，就统一来起价。 婚宴现场，人客也食到欢喜离开啊！这个时阵正是工作人员无用的时阵。特定食出的菜、食做喷会被集中来回收。不过行政院决定，2027年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再来可能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个餐厅的业者。 因为刚开始的议题嘛，还没有听到一个比较确切的这个反应。那下个礼拜我们应该会有北中南的会员，我们这边会去做一些收集。其他连锁业者可能受冲击的，讨论安怎来应付处理。就首先受影响的是桃园、新北甲屏东这所在业者，因为已经有200外饲乌猪的农民不满，禁止用喷饲猪，讲要抵制。 未来还阁大受学校、团膳业者甲餐厅事业的喷，也若长期来看，全台湾拢受影响。以往事业的喷是由猪农协助，喷的处理费一桶是补贴猪农50到100块。未来禁止用喷饲猪，餐厅必须靠这个清运业者来处理，政府给一桶是1500到2000，恐惊增加业者成本。也若消费者烦恼业者计出来成本会加伫这个餐费顶面。 那他们可能就说把这些厨余呢，就是做其他的用途，所以这个月开始的时候，我们要1个月要增加3000块的这个费用。那如果说政府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最好。对此，环境部讲，转型期间喷以外会使饲猪，清运免烦恼。得到部分猪农想要停收喷来抗议，也会补助地方协助清运。另外，外界关心学校的团膳，只一天大约是200到300吨喷，也真侪处理的难题，恐惊进一步会造成营养午餐来起价。 不要做统一涨价哦，然后能够在这个减少剩食一起合作的前提下我们会朝这方面跟团膳业者去做协调。教育部讲的跨部会协调营运也鼓励学校，营养午餐的食物拜春伤济，尽量减少浪费。记者综合报道。